天天开心搬新厝。说来一点起有好处，食饭吃看真舒服。台湾大陆下有足好足济故事。迄四天换一出哦，看了真正会吓怕了，真正。不但是安尼，咱的俗语吼，更较加强哦，说入去拢有典故的。来开心拉妹进来，请。棒棒棒棒。西汤阿斌，鸡瓜赢。哦，是哦，真好听哦。哎，这个西汤阿斌呢，这是真人实事的代志啦。90多年前哦，伫这鹿港有一个做阿斌啊。来，像我安尼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。是哦。就你是啥物型？敢若西汤阿斌？有时。有啦，伊个西汤阿斌是伊外号算伤臭屁吼，做人算西汤啊。但是哦。真可惜啦！因兜虽然真好个，按过这了尾仔囝啦，真浪费，爱跋筊，才2年尔，家伙跋了了。哎呦，就是因为这个吼叫做西汤阿斌的吼，这个本来是有钱人的少爷，你甲看，那你讲的无2年尔，家伙跋了了，无钱啊啦，无钱要安怎？伫咧鹿港呢吼，无迄个民主吼，搁再伫遐徛起，因此呢吼，全流浪来到台北哦，毋是流浪到淡水哦，是流浪到台北，来到到这个大台北这个繁华的大都市，这个人吼，真正有够臭味的。明都已经无钱啊，好啊，搁加大办呢。嘿，西汤阿斌，伊出去是鹿港有一个富翁，好家人对啊。嘿，叫做高宪营啊，即马吼，伊的清查啦，伊的一举一动哦，伊拢要甲伊模仿甲做成的就对啦。学伊就对啦。哦，你迄句你迄吼模仿一句，人就知影讲这假的啦。原来你就是你这西汤阿斌假的啦。嘿，所以讲吼，人后壁吼，人就甲伊号一个外号，讲西汤阿斌假瓜赢。哦，就是安尼来啦。是安尼哦，有够臭屁。个假都无成啊啦！哦，对啊，不但伫咧台北流行啊，已经流行到全省啊。好，臭屁个假都无成啊啦！对，所以讲哦，坦白讲，咱人一定要有实力。咱今日吼，咱的小故事，辣妹，来，我来这边，西汤阿斌假瓜赢。哦，是哦。所以咱今日的主题呢，是奉劝咱大家做人啊，就爱实在。